来关心意外消息，金门有一栋徛街透早6点外，熊熊烧起来，还有爆炸声音，怀疑是住户家己伫咧厝顶违法设放电的设备，害电线烧拍电，引起大火。 窗仔门破几个大坑，边仔的态度嘛烧到臭火大。金门东村一间民家厝伫拜二透早6点外，熊熊是大火，而且阁有真大爆炸的声，互真侪拄起床的居民是真惊吓。哦，听咧放的惊死！火势烧到真猛，一家伙仔3个人受困伫咧厝内，好甲在消防人员关键引导，剩下3个人关门避难，阻挡浓烟，阁继续拖落去。随开10分钟来控制火势，甲3个人顺利救出来。是咩烧起来？可能迄个电池啦，电池烧起来，啊，人有命无？人无安怎？对顶悬站行过去，楼梯拢是臭火大潮，搁塔真侪跳电池。消防人员初步研判疑似是住户伫厝顶违法施设风力发电的设备，造成烧拍电，互跳电池崩起，才会惹代志。我们目视建筑物的屋顶有一组疑似风力发电的一个机组，那在受烧的地方有一些蓄电的一个电池。如果到时候风大还是什么，那整个掉下来，那个对周遭的这些也是影响很大。专家嘛经过讲，设置小型的风力发电，伫事前至少是需要评估1个月到3个月的风速数据，嘛需要确认设置的管道。若是风速伤紧，阁无安全保护装置，拢有可能来创危机。那你可能还要去设一些避雷设备啦、断电保护啦。那如果你做的东西没有考虑到这些，就像包括你的接头没有接好啦，等等的，都有可能会造成火灾。林金宏讲，这摆火场无人伤亡，关键伫咧住户第一时间关门避难，特地来学习。过来就是要了解小型风力发电的设置规定，包括风速的保护装置和手动的断电开关等等，避免厝内就亲像有一粒无定时的密封弹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